里大地震经过要24档咯，当年位于台中和平的三叉溪部落和地震毁掉，政府协助迁村重建咯，也毋过嘛变有毛病8000多万的经费，甲附近的土地拢买落来，也毋过因为土地转移无完成，有的人的土地却互法院拍卖。早起部落族人是告伫法院，要求政府爱帮因解决土地问题。 竟然搞到24年喽，要迈入24年，竟然搞到我们都还要继续在跑立法院。我们老人家从会走路到不会走路24年前的911大地震，甲台中市和平区的泰雅族三叉溪部落全部破坏。管地中央编8000多万要收购部落附近的土地，分配给灾民重建家园。迄时的行政机关和平乡公所却无按照计划收购全部的土地，造成现主时有12户土地的所有权是外人的名，甚至有5户要有人发拍。如果说他们真的给我们赶出去了以后，那怎么办？外来的势力觊觎部落的传统领域跟传统资源，不管是水权、土地权，长期以来非常多借名登记或是欺骗部落土地的情势发生。 立委陪同自救会行到行政院提交陈情书，因现主是希望行政院通编预算，把土地收购做国有，搁再分配给灾民。行政院代表表示，会把意见带回去讨论。希望行政院编的预算来协助。这个要再聊，这个要再了解，因为还是因为还有一个程序要进行。不过，进前中央编的8000多万，为什么无按照计划收购土地给灾民？监察院也在调查当中。自救会表示，后个月结果就有可能会出炉。记者龚庭水台北报道。